后台咱用视频统计后台来做例，到时应该是差不多的物件。伫后台内底主要是互人会当放一本新的册，会当甲旧的册刣，会当去改内底的内容安尼。所以比如讲，咱来看安怎先来看讲这个表就是即马伫咧资料库内底已经有的档案。咱若要放一本新的册是安尼放，就是来到这趴就找你面有的档案，比如讲这个档案内底伊是一个 RAR 的档案，这就是一个压缩过的档案，内底即马有5个 Word 的档案，就是5本册。是安怎要安尼用呢？就是讲，伊若5本册，你要一本一本传，你就爱试5摆嘛。用 RAR， 你就是一摆当传几啊本过来。这是当初的设计，安尼省一寡时间。因为是 RAR， 你这勾交起来。夹伫咧视频统计是，敢若是伫咧哈迪内底生一个所在互伊放，所以你凊彩拍一个名安尼。咱歌册记忆会当摕这个夹来做 multimedia 处理，这到时拄着才阁讲。好，所以互伊档案，你拣一个档案讲是毋是 RAR 互伊一个 server 生一个所在放，安尼会当送，大家送去。了，这本册即马就是伫咧 server 边，你会当入去看。是有这个档案当杀倒转来，你当试落就download倒转来。内底有5本册，已经知影。好。即马档案伫咧 server， 但是伊的内容还未送去资料库，所以咱爱试这个钮，甲伊的内容转去资料库的 format。所以即马就是加时长咧处理，爱一寡时间。看你档案哪大，伊爱哪袂讲介久啦，几啊分钟尔。即马先来看别项，啥物物件咧？就是好，那档案转去资料了，咱会当直接看到这个 Word， 你当download倒转来。因为即个搁咧处理嘛，咱来先来看已经伫咧内底这个档案是做啥物款。这下骹有一寡加时头，会当来看住内底有啥物件。这歌册即马还未到在遮有。好，比如讲这课第一课学碟，就是敢若这4句尔。遮有一个草仔色的，这是啥意思咧？就是讲，因为咱有汉罗对照，我会伫咧线顶字典用这个汉字去敲，看伊有啥物款的口音。若伊内底拢无即个罗马字的音的时阵，我就用草仔色甲飘出来。因为这检测是拍字拍毋对，比如讲你若拍字走进去，当然伫咧线顶字典会找无即个音，所以人爱来顺。你若看到你若看到这黑色的这字，就是拢无问题，你就毋免去烦恼。看到这草色的，就是小可顺一下。因为这个所在拄好是因为线顶字典无即字啦，所以才会飘出来。你的确是无问题嘛，所以伊当试落，讲无问题，甲送去。安尼来解释就知影讲即字是无问题。这是看资料库的部分，就是到时人会来个顺过来，会当到。咱看以外咧，会当直接去改伊内底内容，就是比如讲，即句，咱试这改，你通去改这物件，咱比如甲刣好安尼。甲送来，拄则迄个花无去就是你当去改伊的内容。这是另外一个记号。搁咱拄则看
会当看内容，会当修改。搁来一个是讲，比如讲咱个青学空，若饲落，伊会最后都规个无去，是卖饲。但是你饲的时阵呢，伊会顺续留一个 backup 伫咧新怪顶来看，这拢是真正物件。你会当甲撸倒转旧的版本，就是当无中伫遐饲吼，饲一个要后悔，还佫会付。咱来看拄则迄到底做好势未？应该有啊，照出来啊。好啊，好，就是安尼。汉字内底有即字讲，但是罗马字迄字绕高去，所以伊飘出来甲你讲，这一定有问题，这一定要修改。若抄写字是无修改不要紧，因为到时因为敢若伫咧后台看着抄写，伫咧正式诶，互人看诶迄边抄写家己会无去，但是红色诶，就是一定要改好势，因为这是较大诶问题安尼。要改安怎改咧？我无建议伫咧即款诶，无建议伫咧后台改，因为后台是因若规个拢入来了后，要用人校对诶时阵，因为即款诶上好是伫咧 Word 内底拢改好了，就是莫看到红色诶字，莫看到抄写字了后，咱再用计时来甲先适应，互伊当敲吹。这上好是伫咧原底 Word 内底都做好势。安尼都差不多啊。会当青学空，会当撸倒转旧版本。即个计时头是讲，因为伊若甲青学空了后，遮比如讲100个档案，伊就爱来100个一个饲，互伊内容转去资料库嘛，安尼伤费去。你若饲即粒，伊就是所有还未送去资料库档案拢甲送去，安尼。上尾即个就是先适应，先适应是安怎诶？就是讲，咱要做敲吹啊，敲吹爱有适应。所以等你若档案拢送来资料库，拢送来 server， 内容拢转去资料库了后，你就爱来饲即个钮先适应。你若紧修改伊诶内容，你嘛爱搁倒转来先适应，因为适应就是对迄个内容爱去 update。所以有遮个计时了后，你要更新诶册，要抬旧诶册，拢会用起，抬创一摆互你看。抬，比如讲，即个无爱，要抬起啊，就是安尼。差不多后台就安尼。